去年底有一个姓柯的富人人，因为和查某朋友冤家，带这6个月大的查某囝要来行地路，甲囡仔灌毒品，造成囡仔脑部伤害。检方调查发现，讲这婴仔身躯内面验到正高的毒品。警察终结了后呢，对这姓柯的富人人用故意对児童犯、杀人未遂等罪嫌改起诉，希望法院改判刑12年。员工一直伫看荧幕，嘛有电话回答。通知交防中心负责处理的，拢是甲家暴、性侵有相关。去年12月底，也有接到重大儿童虐待案件，医生通报未满6个月查某婴仔，要验出毒品反应，体内有甲基安非他命，每毫升有46000外奈克，安非他命每毫升有9860奈克。经过检方调查，认定红婴仔的姓柯妈妈涉嫌持毒，进前甲人起诉，具体求处12年的重刑。被告涉犯对儿童故意犯杀人未遂及强制使人使用毒品等罪嫌，于近日提起公诉。检方调查涉案的妈妈，因为甲查某朋友冤家情绪失控，要带查某婴仔做伙走，毋知强灌毒品，造成囡仔有脑病变质的伤害。另外有囡仔甚至还未出世，都受到毒品的摧残。因为我们的法律有规定说，你怀孕超过5个月，那就不需要关，你生产之后再关。毒贩甚至于会用这个理由去吸引女性吸毒，说没关系，你只要怀孕就不用被关。监察院发现，国内有验毒的妈妈利用有心毒唔免去关，所以督促法务部修法改善。去年11月，新竹有一个妈妈哪食毒哪饲母奶，造成3个月婴仔因为安尼中毒死亡。那么小的女婴的话，其实她很多器官在发育，尤其是她脑部组织还在发育，所以她比成人更加脆弱、更加危险。在脑部，她可能会有一些脑部的病变，包括可能会出现症状，包括什么意识不清啊、抽搐，未来也会影响那个智力的发展。无论新生儿还是还未出世，医师示警，若是被逼染毒，拢会严重冲击健康，影响智力的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